为了协助推广往来，市府经济发展局辅导传统市场的摊商发挥创意，将往来加入润饼皮，同时选定清明节来临，特地好为了市场来到宣传。市长黄伟铁甲在这议员嘛拢动手，用料好实在、新鲜的蔬果来包上润饼皮，做完以后也大喙试食，仍经享受健康、轻松、无负担的润饼。先赶快享用。好，来示范给我看啊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哈？你看一口就好哈。哎呦，好吃哦，嘿。就台湾来讲，今年的凤梨应该已经是没问题。我们今天来这边是要超前部署，把这个凤梨能够进入各种食材的管道，包括凤梨酥。包括其他的凤梨加工品，还有包括凤梨炒饭、凤梨披萨。今天是连清明时节快到了，连那个润饼也可以把凤梨入菜，这个是我们的用意。所以希望说大家在使用凤梨的时候，那各种食材的时候都能够有凤梨进去，这样子不管是外销，不管是内销，不管是食材，那我们多管齐下，那凤梨自然产销不会有问题。其实，所有贵宾伫包的同时，现场社区民众听到当领免费润饼，大家拢已经排甲热热肠。会后市长嘛伊发送，场面相当热烈。清明食润饼是咱特有的文化，其实传统市场本来就有侪特色的润饼，而且拢是用新鲜当季的食材现包现食。这回将往来搭配蔬果，嘛是要替往来搁找另外一种销路。台南新闻，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